地基那个地下水都被冲嘛，冲了，然后地基上就堵，就怎样就塌掉了哈。天气大乱，淹水，好，那这5淹过家里面有淹过水的，真的是到南后后来往八八水山，八八水山后水家里面是收到淹到膝盖而已，后面就觉得苦不堪言了，恢复环境大概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隔天是淹到膝盖，听说那时候大那边1层楼高2层楼高都有，真的很苦，真的很苦，所以这个都是水造成的人为，还有缺水，因水嘛干透，缺水嘛干透，去冷水，这些冷水，没水嘛干透，2天停水就好了，2天停水大概我们就受不了了，因为我们跟水是离不开的。来搬山越岭去寻水，然后只为了要给掏水啊，真的很辛苦。所以你看这个国外，在国外，你看他好不容易得到了水，你看那个水如果要跟你说你敢喝吗？不敢喝。再来，还有就是连那种骆驼的生命力，骆驼在沙漠嘛，它是生存在沙漠，它的生命力很长，可是呢，还是一样怎样，还是死，而且超过2万头。为什么那么比它地长的骆驼动物都死了？可见天气真的是恶劣到了极点哈。所以说他就做一个研究的结论：1公斤的牛肉，我们人吃1公斤的牛肉会消耗掉10万公升的水，这个是有依据的哦。消耗16公斤的谷物，就是我们人吃的食物，还有产生12公斤的二氧化碳，还有它的那个牛皮哦，也有100多种的污染气体，还有产生40公斤的排泄物，还有侵蚀35公斤的表土。那为了我们吃，比如说吃1公斤的牛肉，你看造成这么大的一个浪费跟污染，各位姐姐，你们觉得这样值得吗？值不值得？这个都是人家非常顶诺贝尔得奖那个人他做出来的一个研究报告。所以说，本来是绿油油的一片，到后来会怎样？因为被开发，变成怎样？光秃秃的一片。那像这种状况开过来的时候，土石流的机会就会怎样？就会上升就会上升。所以雨林大约每6秒钟就会消失掉1座储存，就是绿地啦，绿地就会消失掉。那我们绿地越少的时候，水土保持都活死了去。那一碰到台风啊、大风大雨的时候，土石流狂泻而下。各位前几天看到土石流的那个影片，很恐怖，它可以把那个整栋大楼，好像那个时候那个大楼汽车都变成玩具车，变那个玩具小房子哦。真的冲击之大，看了会让你觉得很可怕。这种想真的是人为的好，每天都消失8.6万公顷，也不严重，非常严重。减少1/5的草地和牧场，因为畜牧业的开发而沙漠化。为什么？因为为了要为那些就是畜牧业那边的需求，需要为那些牲畜，然后他们就去开发，就变成怎样沙漠化了，有1/5哦，真的很多这是联合国的粮食组织他们做出来的一份研究报告。所以说，你看被沙丘阻隔的道路，严重的沙尘暴，面对我们现在，我们是否真的知道呢？目前世界上有多少人是处于饥饿状态？有多少人是处于肥胖状态？饥饿状态是8亿5千万，肥胖的是9亿7千万。这所的是它的谷物，它是拿来喂什么？喂牲畜。等于43亿头的牛，150亿的鸡啊，10亿头的猪，都有40%的那个粮食来喂给这些牲畜，人只剩多少？是60哦。所以你看，那就这个小朋友，非洲那边的小朋友，他们因为我们某些地区的粮食浪费，造成某些地区的就怎样？他们就没有粮食可以吃了。你看这个枯瘦如柴的，剩下一口气而已。你看什么叫枯瘦如柴？就像这个，没有东西可以吃。可是有些地方就是过于的怎样浪费，过于的浪费。
好，所以说有一个不愿意面对的真实，就是联合国的贫穷限制1天1美金的收入，然后有25%的人是在这个以下，50%的人每天收不到2元的美金，每一天等于有多少人？多少人饥饿而死亡？多少人？25000人因为饥饿而死亡，为什么？因为有些地区过分的浪费食物，导致有些地区他们根本就没有粮食可以吃。所以说，那个圣贤上来他就说，温室效应是来自于什么？什么效应？心智效应。为什么？总括来讲，结论就是我们人类的欲望，因为我们想吃。好，所以你看到工厂它排放出来的CO2，然后造成天气变化，台风那么的多，台风多就有很多的灾难嘛，然后又有工厂制造出那些肉食品，制造就是有百货公司，然后人类欲望怎样高涨，那些工厂做的需求是因为来自于人类的欲望，因为人类想要，对不对？那工厂就去做那些迎合人类的一个需求，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温室效应是谁造成的？也是我们人造成的哈，也是我们人造成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就是，所以在现在有一个运动叫什么运动？减碳运动，有没有？减碳运动。那减碳运动要从谁做起？自己做起，对不对？克制自己的想要跟需求，克制自己的想要跟需求。所以我们才会一直鼓励说，如果为了那些我们要吃那个肉，1公斤的牛肉所产生的粮食的浪费跟环境的污染，其实真的很不值得。所以我们才会鼓励大家说，我们多来蔬食，所以才有那个一句口号叫做吃素环保，然后呢救地球。这不是口号而已，这是真实的一个需要我们大家一起行动的一个口号。好，所以现在像那个美国那种顶尖的那种，人家说那种大国纽约都有那种全素的国小，而且不止一间，全部的学校的那个都新闻都有报道，网络上都看得到，全素的一所那个国小，还有就是响应周一怎样无肉日，这都是人家说就是要从自己做起，然后让我们整个大环境，因为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蔬食环保救地球，然后能够让我们整个大环境可以有一些些的什么改变，所以就是要怎样从自己做起。各位学姐，大家觉得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吗？可以吗？可以素食环保救地球，这是我们可以达到，我们可以为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尽一份的心力，让相对天下就怎样无灾难了，无灾难。所以每次看到你们看那个土石流，如果那种无预警的土石流下来，多少人会因此而怎样？都莫名其妙就死了然后你自己一下子的一个劫难所以我们都希望天下无灾难第三个问题的解释地球刚刚受到了出障碍，这一切障碍跟苦，谁要负最大的责任？其实终究来讲，真的是我们人要负最大的责任，因为一切都是人为的。冷静思，我们好好的想一想为了赶上流行，常常更换东西，造成垃圾的问题，这也是一样。像垃圾大什么很多的那个垃圾问题也是人来造成的，这是消我们的苦所以现在都提倡怎样环保垃圾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地球跟我们居住，因为我们只有我们要感恩它，我们要珍惜它，而不是一再的伤害它所以生活中间大家一起守护地球，然后我们一起念好好的大拇指开始念这个我们都可以做得到我们一起念2个用手大擦汗，做资源回收，随手关灯关水，纸张重复使用，少打电脑这我们是可以随手关灯关错了不好意思，那是别人的资料那个看大家有没有地方
就是说我们在吹冷气的时候，我们不要把冷气调太低。曾经有一个这个报道，就是说在26至27岁最适合的，不要再低于26度以下的，而冷气27到26度是最适合的然后如果不骑脚踏车，然后我们就会这样少开车就怎样，我们就会少排放那些汽车的那个排放的废气随手关水，重复使用水资源。有的人就把那个洗衣服或者花的水来怎样冲马桶，那你觉得做啥生理水，我的生理水，我的生理水，听讲听阿杯，那杯也要水耶，这都是当代的做利用的水资源。好，简单来讲就是我们要惜福爱物，然后少购物，自备购物袋，过比较单纯的一个生活，然后做好垃圾分类，确实的回收资源，那个瓶瓶罐罐，然后纸片1、3、5年，就是做好资源回收，像那个纸巾资源，我都对客户都很好，他们可以用保特瓶你相信吗？可以用保特瓶做什么？做衣服的，好神奇的他们可以把保特瓶来处理回来，走到这个顶上就是这样子的你就是重复使用纸张多种树，因为种树可以水土保持嘛，那就会水土保持做好，它就比较不会有腐蚀掉，然后多了最后一句统计，大家一起念一下多数食少用食饮食协助，学生需要好好参与。这样如果有开这个浅显的，最后最后建议你们，因为有的是去支付方面都一共免洗参与，然后有研究报道说这个环保筷是致癌物的高标的一种东西，环保筷，所以你可以在身上固定放一副碗筷，不锈钢的碗筷，实际都有我们家那个重点跟谢谢。你讲环保的话，因为环保筷听说很不环保，它是一种致癌物的一个高标的东西然后我们可以把多出来的资源可以怎样布施给苦难的众生这个就是减量再利用回收，就是我们可以去争取资源环保减碳可以做到的一个减量，就是减少我们一些垃圾的产生，再利用一些回收的资源你看这个是正言法师他们那边，他们说可以用保特瓶把它做成衣服，也可以，毛毯也可以，这是真的所以都希望留给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下一代一个干净、舒适、居住的一个地球。你看这个众生苦难的众生苦不苦？全身都是苍蝇，都是虫，在两块都没有衣服穿。后面抓一个小朋友，有没有看到这张照片？里面有没有觉得你们很幸福？你们有衣服穿，有他们的衣服穿，对不对？你看这个小朋友都没有衣服穿，他的虫一直在咬他。有没有看一下？看你们多幸福。然后呢，你看这个会不会有一天跪在那边像这样子，已经什么刚刚讲那个体力不支是跪爬的人，只是非洲的小孩吗？意思就是说，以后我们的小孩有可能也会这样很难讲要看我们的作为，看我们有没有把我们整个大